揾健康 App 為你解開健康嘅迷思。大家好，我係 Andrew Lee。最近有朋友問我，點解你每一日喺社交媒體都出一啲關於係癌症嘅小貼士，又有心理支援啦，又有治療方案啦，財政支援，仲有其他嘅健康資訊同埋活動。其實你係咪轉咗行啊？我冇轉到行，但我一直都喺醫療行業裏邊。過去幾十年啦，我一路都環繞住健康啦、接病人照顧啦、健康資訊咁樣去做嘢。最初我喺港大做研究嘅時候，仲有機會同袁國勇教授去學習點樣去做研究。之後轉戰藥廠，專注癌症藥。當時 targeted therapy 呢個新藥嘅治療概念仲未普及，係我同團隊咧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叫標靶治療，幫助醫生啦，令到癌症病人更加容易理解呢一種新嘅治療方案點樣幫到佢哋。當時我發覺有好多人其實對醫療資訊好陌生，有好多健康嘅資訊大家都未必知道。但係當你同埋屋企人有真正需要嘅時候，又發覺啲資訊好零碎，好難揾。於是我開始做健康講座啦、新聞稿啦，希望幫助更加多人獲得一啲嘅清澈同埋可靠嘅醫療資訊。之後我又做過醫療中心啦、化驗所啦、病人照顧啦、內地病人來港啦、揾醫療資源啦，甚至幫助香港想換腎嘅病人上去大灣區去換腎。最後亦都幫一班中港嘅醫生開設咗一個跨專科、跨地域嘅醫生協會。一路行到而家，見到醫療資訊啦、服務啦，都係好散，病人真係要揾合適佢哋自己嘅醫療資源，真係好難。咁點解搞個揾健康 App 啦？因為我希望健康同埋醫療資訊能夠幫助真正有需要嘅人。我之前做咁多醫療項目，身邊都不時有朋友問我揾邊個醫生好啊？邊間醫療中心信得過啊？有咩治療方案啊？仲有啲咩支援啊？我點解唔將呢啲嘅資源直接開放俾所有嘅朋友呢？所以我開發咗呢個揾健康 App。我希望透過呢個平台，將健康啦、醫療產品啦、服務啦、資訊啦整合，設立一個真正互助嘅健康社群，等大家更加容易揾到自己所需要嘅健康資源，揾到健康又安心。未來我哋都會繼續出唔同嘅視頻，等到更多嘅邀請更多嘅健康啦、醫療專家分享佢哋嘅資訊，等你同埋你嘅親友都可以容易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健康方案。如果你都想覺得呢啲健康資訊好重要，記得加入我哋一齊分享，一齊建立個健康互助社群。記得 comment 啦、like 啦、share 啦、subscribe 啦，揾健康頻道，加入 WhatsApp 社群，仲要去 App Store 同埋 Play Store 下載揾健康 App，揾到健康又安心。